第一排来。来，我装水啊！第一排有水桶。讲一下你今天的想法。我不太会讲话嘞。今天来这边做这个服务，有没有觉得说当初不要酒驾比较好？对啊，不要酒驾比较好。会有后悔的感觉？会。当时候是怎么样子？是跟朋友聚会，是不是？哎。喝酒可能也会误事啊，也可能以后就是会比较不好，会不会有所警惕啊？对。怎么说？就是你在查这个时候，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你感觉就后悔呗，再爱来这这。对。看那个。看那个。有啊，有感觉啊。什么感觉？以后还敢说这样子一直就是鲁莽的喝酒吗？这样子？不敢。他知道说生命可贵，所以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健康。在喝了酒以后，就千万不要使用交通工具，能够照顾到自己，也要照顾到别人哦，不能因为他一时的疏忽而造成了遗憾。那来这里就是要认识生命的价值，也知道说他应该要做些什么。那我们会请他们做什么一些样的一个服务？我想是的环境的认识，还有简单的清洁的工作。哦，那很多大家比较觉得敏感的哈，我们也不希望说造成他心里还太大的压力，所以有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东西，我们是不会让他做的。这样对他们的心理有帮助吗？就是说，或他比较害怕过量喝酒这样子。是，我想这是要观察的哈，我不能说我们办了什么活动就一定马上就立竿见影，但是呢，我相信这是给他们一个思考的机会。那今天大约人数大概有几位？我们今天有17位，嘿。那有什么比较瞩目的社会案件？我没有，他们今天的都是公共危险酒驾的案子。有没有说肇事或撞死的或怎么样的不会？没有，能够缓起诉一定都是没有撞死的，就是单纯的就是酒驾。